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是周末，关于胡适也没有什么消息，我们还是看一看被媒体所广泛报道的这些骗局。就在前不久，5月份又一个杀猪盘，是号称可以稳赚不赔的 APP 理财 APP 爆雷。媒体报道叫大象新闻报道，夫妻俩 APP 上投200万后无法登录，九边陷阱，杀猪盘突然收网，超1.5亿元一夜蒸发，怎么回事呢？2025年5月20号，山西太原，王峰颤抖地翻看着100余页的银行对账单，上面是一笔笔数额不等的转账记录。1个多月前，妻子小白在一款号称九边的 APP 上投入100万时，他也曾吓得发抖，并断言钱取不出来。但平台的威武级标识、提现承诺及邻居朱大姐的现身说法，碾碎了他的警惕。5月16日，那正好是1个月前呢 ，APP 彻底瘫痪，夫妻俩半月内投入200万元。只剩一枚无法登录的投标，而这只是九边骗局的冰山一角。这个大象新闻记者历时半月，跨越6省调查发现，这个披着永通商会与九边公司合法外衣的诈骗组织，铺设了一张覆盖全国的猎杀网。据不完全统计，骗局触达20个省、28个地区，吞噬超1.5亿元资金，就是1个半小目标啊！数百家庭坠入深渊。大家看视频。您个人损失了多少钱？40多万，我自己损失了大概300万。我们这个团队有80个人，300万，就希望你们帮帮我们。我就跟我老公第一句话就是咱俩离婚吧，离了以后我就不活了，我这个再也不用你管，因为钱全是我打的。我只是打开这样看了一下，我说这个 APP 就不对，这就是那种自己制作的这种 APP， 肯定是假的。现在就是1万1朵红花，这样子1朵红花是66块66，我是一共得了个66朵，差不多4000多块钱，包括所有的建仓奖励也是支付宝到账的。20万它是给你一个金卡，我是有100万，100万就是5个金卡，而且我的金卡也收到了，让人给检测了，全是真的。最后那会儿我就已经心里头翻开嘀咕了，不可能有这不劳而获的事情。其实我当时一想，100多万了，这可不能往进投了。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5月账必须把本全测出来。只要我们充一半，他就给我们返一半。如果我拿出这个10万块钱的话，平台他会又给你充10万，还得20万。20万他这个短期他是会盈利1万2，收益的话到期了，你就是1人1半的收益。16号到了13万3的时候，我就直接取13万，我是留了3000块钱，我刚点了提现就崩了。原来他那个企业群里头有680多个人，崩盘了以后，我们立马就赶快组织了2个新群，进来的人全是各个地方的受骗了的，进来240多人，那剩下的全是托。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活了，我当时想的是我不活，大姐你也不用活，咱俩一起死。我当时就这想法。我只希望能不能能追回点钱来给大家，追不回来要把这些混蛋骗子们逮住呀。跟我是同一个行业，都是属于建筑这一块，可能是共同的话题比较多，就这样聊起来。有一次我就是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情绪比较大，他给我打过来语音电话，然后就是说教育小孩这一块的话怎么样，反正就是抚慰了我又抚慰了娃。
就是他的后面之所以做工程这一块没那么赔钱，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个商会叫永通商会。永通商会这边有很多的一些资源，他哥的话应该是这个永通商会的核心团队长。他那个大哥也跟我聊天，而且一口一个弟妹，都挺热情的。所有的资金项目都是有风险的，最后都会面临崩盘。他就是说知道了，他说我们所有做的资金盘都会崩盘，但是呢，这个利润你们也都看到了，就是我们要在它安全的时候进来做，在它没有崩盘之前，我们要安全撤离。他们提前就跟我们说了，因为九边账户的话，他们是为了合理避税，因为买这个产品的人太多了，如果说大家都往这个产品上面去赚钱的话，很容易被封控。他一直换微信号，换 QQ 号，然后就问我父母的时候就跟他注册了，但是好像这种异地登录登不了2天就不行了。QQ 微信加起来应该是10个以上。我问过，我说你是不是骗子？我说怎么老是被封？我们正常人都没事。他还会给你发誓啊，什么骗你的话就不得好死啊，各种发誓。出事了以后，我们才相互加钉钉、加微信聊的。绝大部分的都是35到50岁，然后大部分都是离异，然后都是他们在网上认识的。然后套路也是一样的，就是送礼物啊，各种关心啊，发誓啊，代充啊，一模一样。他们应该都是经过培训的。像我们这种单身带娃的这些女的，生活过得都很苦，都很难，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窘迫。其实她也很想把自己心中的那种苦、那种怨说出来。这个时候，她就可能真的是在网上面去找一些陌生人去聊天。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跟你们联系，就是想把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告诉一些没有被骗的这些人。这个的人就是我们当地第一个接触这个的人，而且他是就是网上边的有联系的。我要骗你，我拿枪早跑，我还等给着他们来堵我，昨天砸我店。你说，我要是骗的话，我就不积极天天往刑侦打电话了，叫他们赶紧立案了。我这就是给我下套，用我这个钱呢，1个来月时间给我挣了3万9给我的，给我的时候是给现金的。告诉我他们是做慈善的，给我支付宝转了3000块钱，意思说你找10户贫困的家庭，我就上社区找了10户贫困的家庭，买了3000块钱的米面油，全都分发下去。完了告诉说是你现在干吧，完了这个肯定是赚钱的，我不能骗你。买了个7万块钱英斯特产品，应该是到90天到3月19号出厂，我才彻彻底底的完全相信，我说这次不是骗人的。他每天都给我们灌输的，天天给我们8点钟给我们讲课，怎么接鸡生蛋啊，接蛋生鸡啊，是怎么的，这是被洗脑了。我跟你说，这个是标了。现在信息你是老多漏洞，大家伙都看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是很谨慎的一个人，我就是属于哪种就是树上掉树叶我都怕把我砸死的那种人。一般冒险的事我从不去做。我先是开始用了1、2万去试一下，确实这个钱买了几天之后也能提出来，是也能挣一点点。我说还算稳妥，然后我的立马就加大我的这个力度，把所有跟前能贷的能借的所有的钱都投入，只有一个目的，因为我很需要钱。我说我贷不出来，我1分都贷不出来，我所有的能贷出来全投入进去。他在教我说弄这个平台用那个平台，我全部操作以后确实是贷不出来。如果说能贷出来，我估计我还得贷。骗子是没有怜悯之心的，他去骗一个人，他不会去想着你有各种困难，他就想这个，他只想到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他是榨干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积蓄，所有的贷款。当时也没觉得骗人，当天晚上就结束的时候，一看我们得第2名，都高兴个不像样，乐的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第2天就崩盘，上公安局报案，警察一查，身份证号都是假的。我就说白了，我自己总结自己躺床上自己给偷偷哭好几宿就行。你不就是傻比较低，你相信别人比较低，你多数就是因为自己贪。但是大家伙一开始受益的时候，大家伙肯定不能感谢我，但是这是大家伙钱都提不出来的时候，都来骂我。其实你相信我啥？有的你不认识我的人，你说你相信我啥？只不过听见我这个名字而已，你就相信我，所以你就敢投吗？就10万20万投进去，肯定不是吧？你相信的肯定不相信我。第一，你看这里面的受益，你觉得心动，对吧？再就是啥呢？你看着你身边人，比如说你嫂子啦，或你朋友啦，你看你朋友都挣钱，你朋友都拿钱，肯定你说我也想挣钱，我也想弄。这有个说白人就是一个贪念。我想啊，我看了一遍这个视频啊，我发现骗局都一样，这都是似曾相识。这个媒体、央视还有其他的自媒体，天天都有这样的报道，为什么还有人会上当？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今天大象新闻所报道的这里面，受害者他自称还小心翼翼，而且很多人他知道这是个骗局，为什么知道是骗局还要进去？这个值得深思啊。所以，与其说这些骗子惨无人道、毫无悲悯之心，连人家生病看病的钱都骗，还不如说是这些所谓的受害者个人贪婪、贪欲。另外，如果仅仅说这些受害者是贪婪、贪欲，实际上是错误的。这些受害者本身就是施害者。你想，如果这些人他在投100万、200万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是个庞氏骗局啊，他们也知道我要提前走，我走了就行了，就赚到钱了。他有没有想过他赚的这个钱是谁的？这完全是个零和博弈。实际上他们心知肚明，他要赚后来人的钱，对吧？投200万，一下赚100多万，我在他暴雷之前马上跑掉。殊不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家早就利用了你这个心理，在你正要跑的时候，他来个老乡别走，再来个更大力度的优惠。这些受害者，当然了，他们本质上是想骗别人的。这些人一看来了一波更大的利润，所以他们选择等把这个最大的一波吃了再走，结果就这样被人家设局给他留住了。每次想走的时候走不了，人家会设个更大的局，一直到资金池，到这个骗子心满意足，感觉这个可以收网了，一下失联 ，APP 登录不了了，游戏结束，戛然而止。这些上当受骗的人呢，确实没有什么好值得同情的，他们本质上是要割别人的韭菜，他心知肚明，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什么不劳而获，都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比别人跑得快。说到这儿，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最大的骗局是胡适。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不就跟胡适完美的对应上了吗？每次金融消费者想跑的时候，人痛定思痛，准备割肉斩仓，不玩了，结果那边来一个老乡别走，利好来了，要救市了。正当一些金融消费者，对吧，好不容易多收了3-5斗，这个账户翻红了，不仅不赔钱，还小赚一点，对吧？这时候他应该落袋弯跑了，这永远不炒股了。结果又来一个要上14000点，是不是一样的？胡适和这些理财的这些杀猪盘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也是讲各种故事。你看那么多所谓的这上市公司，买几块服务器，找个破产房往里一扔，这就是算力股。一个印名片的公司，他也说自己是算力股，还有开餐馆的，他非说自己是大数据，这个和骗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明目张胆的骗呢。一个也不知道搞什么的公司，但是从美股混不下去了，在纳斯达克混不下去，完了之后人家从那儿私有化退了，一下回到胡适，他市值还涨了几倍，也就是在外面他混不下去了，回来居然他能涨几倍，市值涨几倍就涨几倍，到现在为止就没赚过钱，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完了这个什么活的干什么，干人工智能，
高利贷或者干高利贷，在最高点精准套现，这个不就是赤裸裸的骗子吗？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唯一不同的就是你在这个什么九边 APP 和其他的什么骗子 APP， 你被骗了，你可以去报警，你还可以找警方让他同情你，让他立案。你在胡适这个，你只能是胳膊断了往袖子里藏。它本质上跟那个理财的 APP 是一样，就是零和游戏，它本身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对吧？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那你琢磨琢磨，这是什么一个游戏？我有的时候在想，这胡锡进老师为什么就没有上这样的当，受这样的骗呢？是不是快了？因为他退休了，他也无聊，手上也有钱，对吧？总有一款骗局适合他。今天这个特不靠谱终于冲伊朗下手了，胡锡进老师为他的老朋友再一次鸣不平。胡锡进老师说，战争已经升级。胡锡进老师把特朗普和美国的这次行动称为侵略行为。他说，轰炸核设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严厉反对的，因为攻击可能造成核泄漏，导致大范围污染。而且原子能机构日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积极开发或制造核武器。美国和以色列铲除伊朗核威胁的侵略行为，既没有国际法依据，也在核安全方面构成了高风险。你看，这胡锡进老师对特朗普和以色列搞的突然打击行动，这叫侵略行为。但是下面胡锡进老师又说到，说哈马斯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捅了个大篓子。你看，胡锡进老师到了哈马斯这儿，他叫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平民，是不是音乐节那个不都是平民吗？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针对平民的袭击，在胡锡进老师这儿叫捅了一个大篓子，这个不叫恐怖袭击。美以针对伊朗的核设施打击，那叫侵略行为。哈马斯这个杀死了200多个，我记得当时逮走200多个人质，在胡锡进老师轻描淡写的说捅了个大篓子。后面说，他说以色列敢于对加沙实施种族清洗政策，特朗普表示要清空加沙，并且以色列对包括真主党在内的所有反以力量大开杀戒，直至轰炸伊朗。这一切共同组织了以色列完全主导中东的跨世纪大潮。后面胡锡进老师又说，但是故事远没有完结，伊朗代表了中东地区国家行为体的最后挣扎。这胡锡进老师喜欢代表这个神棍政权，代表的是伊朗人民，而伊朗这国家代表的是整个中东反以的，他就动不动就把人代表了。他说有一个事情美以忽略了，那就是中东地区的反以和反美情绪将会以各种方式蔓延。穆斯林不接受美以统治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他们需要漫长的镇压、安抚和同化才能熄灭，而美以不敢对伊朗派出地面部队作战，这反映了他们如何给轰炸善后的茫然和恐惧。胡锡进老师现在，我感觉胡锡进老师是在拱火浇油。这边美国已经把人家福尔多核试炸了，那边他又说你有本事你派部队去，你不敢派部队。等到这个美国特朗普这不靠谱的一生气，派了部队去了，神棍政权被推翻，这胡锡进老师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扬言要报复，不仅报复，对吧？这个美军，中东地区每一名美国公民和军事人员都是合法目标。胡锡进老师说，据认为是伊朗最高领导人顾问的伊朗一位报社主编在美国轰炸后激烈表示，伊朗应该迅速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胡锡进老师得出个结论呢，他说所有这些最初的声音显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伊朗人当前最直接的冲动反应。那胡锡进老师动不动就是谁代表了谁，没看见伊朗人多么冲动。德黑兰的伊朗人已经跑了一半了，据说500万德黑兰的这个居民离开了德黑兰，这个是土耳其的媒体报道的。伊朗人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么个心态，你炸的是核设施，那是烧钱的玩意儿，炸掉了有什么不好吗？你知道伊朗每年往那上面投多少钱吗？而且没有产出，这个和往那个大山里面扔钱修桥都差不多。你大山里面修桥，好歹这个民用设施，好歹有几辆车在上面跑。你福尔多核设施，那么多核设施都是不产生效益，只会往里扔钱，是个吞金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靠这玩意转钱呢，炸掉了不是好事吗？胡锡进老师他怎么就得出结论说伊朗人对此愤怒呢？所谓的中东地区仇恨以色列、仇恨美国的，实际上只有伊朗，伊朗是罪魁祸首，把伊朗给他搞定了，中东就和平了。你说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哪个反以反美？人家都在专心的发展经济，人家都在向文明靠近。沙特阿拉伯小萨勒曼跟叙利亚的那个总统是一样，人家现在改革开放，人家越来越世俗，也就是说积极的向文明靠近，即便他的步子很小，
但是人家是在往那儿走，伊朗是在开倒车。胡锦老师去迪拜看一看，伊朗能搞出迪拜这样的地方吗？神棍政权绑架了伊朗，对吧？成为波斯人民的一个毒瘤。最后胡锦老师又是高级黑，他再一次高级黑。所以说胡锦老师现在很有可能是煽风点火，我也很难判断呢。他怎么高级黑呢？他说，过去3年多，俄罗斯就一直用他的超级核武库与美国和西方对话，而特朗普在俄罗斯、朝鲜、伊朗面前所做的不同表现，将特朗普本人以及帝国主义欺软怕硬的样子展现的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这是胡锦老师最后的结尾。那什么意思啊？我读了半天没明白什么意思。那就胡锦老师嫌这个特朗普，你不打俄罗斯，你跑去打伊朗，欺软怕硬。你应该派你的 B-2轰炸机把俄罗斯的核设施给它炸掉。这胡锦老师才佩服特朗普，应该这么理解吧？结果你看，你不敢炸俄罗斯，你就欺负那个弱的伊朗，算什么好汉？他要这么说，我还挺支持这个胡锦老师。特朗普，你伊朗该炸，俄罗斯也该炸，去炸。那个朝鲜也该炸，你把伊朗炸的没毛病，应该把它核设施炸掉，你再去把朝鲜的炸掉。把俄罗斯的也炸掉，因为俄罗斯天天地保老人天天把煤气罐挂嘴上，别腰里面，这个5伏1娃1斤，每天不提2遍核武器睡不踏实，天天都是核讹诈，对吧？美国早应该冲他下手了。胡锦老师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感觉胡锦老师在拱火浇油，这个应该是高级黑。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说3战开始了，但是似乎从中东地区的股市来看，不仅没有崩盘，反而还在涨。这个中东股市全线高开。以色列股指创历史新高。此前，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你看，这个以色列股市高开，指数上涨1%，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沙特阿拉伯全股指数上涨1%，科威特证券交易所高级市场指数上涨0.7%，卡塔尔基准股指上涨0.7%，这是啥意思啊？对吧？这中东马上就爆发大战了，怎么股市还涨？为什么？让胡锦老师想不明白，没道理。这伊朗马上就报复了，马上就大开杀戒，导弹乱扔。中东马上就是一片火海，一片大乱。按理来说，股市应该暴跌才对，怎么还涨？尤其是以色列一边挨着伊朗的导弹，一边股市还在涨，交易所都挨炸了，它居然还涨，我觉得反常。我个人认为，下周一就是明天，哪个国家股市指数跌得多，就说明哪个国家是真正的世界和平爱好者，是爱好和平的。你看，伊朗的核设施一炸，你看以色列的股市就涨，美国股市涨，这个说明他们好战。你再看看哪些国家股市它是跌的，跌就说明它爱好和平。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胡锦老师也不高兴了。凭什么美国出动 B-52、B-2轰炸机，胡锦老师掏军费，这个说不过去。胡锦老师变成帮凶，胡锦老师肯定是不愿意的。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胡氏的这些金融消费者居然也有功劳，这个充满了讽刺。美军据说扔了6枚钻地弹，每一枚是400万美金，6枚就是2400万美金，也就是不到2个亿人民币吧。这里面恐怕再加上从美国本土飞到伊朗，这路上的油，据说空中加油3次，整个的费用加到一起，这里面有胡锦老师的一份功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